咱来关心户口伫新北市的一个会外查甫囡仔，透过儿童福利联名转予台北市一个姓刘的义母去照顾，背后煞予人凌迟苦毒死，检调扩大侦办。有去了解儿童福利联名社工的访视记录，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？儿童福利联名伫昨昏冒开记者会对外说明、对外回实的。即马涉嫌伪造文书、过失致死罪，互列做被告姓陈的社工，早暗是互检方以30万交保。穿白色的外套，亲友伫咧边仔护送，行正紧离开地检署。涉嫌伪造文书、过失致死罪被列做被告的立法联名姓陈的社工，经过检察官侦讯了，12以30万交保。你有没有落实访查？台北市姓刘的义母啊，涉嫌将新北市一系外查甫囡仔虐待到死，被收押。外界也关心立法联名的人员究竟是毋是有实际定期去看？检察官怎么要调查访视报告甲相片敢有作假？你们的社工有传假的照片？完全没有这件事，而且这个真的不是家属，因为我们一直有跟委托的家属都有。所以你们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疑虑？是。4颗牙齿都掉了，这件事情毫无异状吗？掉牙的时候，我们也约了牙科医生，一切都进入了司法调查，我们所有这些东西也都交给检察官了。立法联名行礼会室里，淹过一条性命已经无法度交代。新北社会局规划，规工托育的义母啊，以后会加强访视，自这么1年4遍增加到6遍。台北市也调整访视的频率，也建议中央制定3方共访机制，增加社工访视的敏感度。那至于保姆端的一个县市的主管机关，原来每3个月1次的一个访视，我们会增加为每个月至少1次，将全力陪伴家属，提供所需的协助。针对社会局服务中的儿童，将会增加访视频率。新北市议员杜冠廷引述定证者的讲法，认为新北市社会局的回应有出入，这期出养查甫囡仔不是家属主动，是由社工所提出的。怎么进出养程序？新北市政府什么时候得到他们家的需求？社工有没有去访视？对此，新北市社会局回应，囡仔的老母伫咧有薪的时阵，就跟社会局一个立法联名联络。并且会签出养合约，要联络袂到老母，才会联络囡仔阿嬷。因过阿嬷无法度照顾，才会出养。相关的讲法，伫咧反映监护权裁定书的内容内面拢有记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